薩瓦迪卡，我係霆鋒，我係香港泰國文化協會嘅顧問。我依家係一個初創嘅企業家，而家嘅負責緊一個項目係精神健康嘅一個醫療項目。我嘅工作係包括提供意見、商業同埋文化嘅推廣，同埋媒體嘅交流。咁喺過去嘅一年，協會已經有咗自己嘅頻道，亦都推出咗唔同系列嘅一啲短片。喺嚟緊嘅將來咧，協會喺唔同嘅平台，亦都會提供更多唔同嘅種類、更加多元化同泰國文化有關嘅一啲資訊。展望協會可以成為一個重要嘅橋梁，將泰國嘅文化推廣到中國嘅大灣區，促進兩國三地喺商業同埋文化嘅交流。過去呢10幾年，泰國喺旅遊醫療方面發展得非常之蓬勃。特別喺癌症、免疫治療、骨科、牙科，甚至乎 IVF 都達到國際級嘅水平。透過協會嘅合作，可以將泰國旅遊醫療服務推廣到整個大灣區。大家可以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泰國文化協會嘅頻道。